你有冇發覺真正信因果嘅人反而係最積極嘅人？佢哋絕對唔會怨天尤人，唔會話命裏注定咗就冇得做，更加唔會因為遇到困難就覺得呢個係我嘅報應，冇辦法㗎啦。佢哋樣樣都睇得好開好淡定，面對大風大浪都唔會驚。但係你留意下，偏偏就係呢啲人做嘢最努力，對人最好，生活反而過得最順遂。你有冇諗過點解？可能你一直以來對因果呢兩個字嘅理解由頭到尾都係錯嘅。今日我要同你講一個被好多人誤解咗千百年嘅道理。呢個道理收藏喺佛法最核心嘅智慧入面，但好少人真正搞得清楚。搞清楚呢個道理嘅人，人生會出現一個好大嘅轉變；而搞唔清楚嘅人，每一日都困喺命運呢兩個字入面，覺得憂苦憂委屈。你可能聽過呢句話：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不識不報，時辰未到。呢句說話幾乎每一個中國人都聽過，但問題就出喺度，好多人聽完之後就以為因果嘅意思係你做好事遲早會有好報，你做壞事遲早會有報應，所以一切都係注定嘅。你嘅命運係你前世種落嘅因決定嘅，你唯一可以做嘅就係認命。聽落好似好有道理，但你知唔知呢種理解同佛陀真正講嘅因果差108000里。佛陀講過一段好重要嘅說話。有一次，一個外道嘅修行者問佛陀：有人話一個人呢一世經歷嘅所有嘢都係前世注定嘅，你同唔同意呢個講法？佛陀點答？佛陀冇同意，反而清清楚楚咁否定咗呢個講法。佛陀話：如果一切嘅係前世決定嘅，一個人今世嘅努力就變得冇意義，修行都冇意義，世界都冇意義。嗰種講法唔係我教嘅，你聽到未？呢句係佛陀自己親口講嘅，將所有嘢都推俾前世嘅人，話一切嘅係注定嘅。呢個根本唔係佛法，呢個係宿命論，唔係因果論，兩者之間有天壤之別。因果到底係乜嘢呢？好簡單，因果一係你嘅行為、你嘅念頭、你嘅選擇，嗰就係你嘅行為同念頭帶嚟嘅結果。但重點嚟啦，呢個因唔係只有前世先至種得到嘅，你今日種嘅因，今日就已經開始起作用。你每一個念頭、每一個行為，全部都係喺創造緊新嘅因。你每一日、每一刻都喺度寫緊自己人生嘅下一頁，過後嗰幾頁已經寫好咗，你改唔到。但下一頁呢，喺你自己手上，呢個就係因果同宿命最根本嘅分別。宿命論話俾你聽，劇本寫好咗，你淨係跟住演就得。但因果嘅智慧話俾你聽，你唔單止係演員，你同時係編劇，你隨時可以改寫劇本。明白呢一點嘅人唔會坐喺度等命運安排，佢會主動出擊，自己去種善因、結善緣，改變自己嘅人生走向。今日我要講3個故事俾你聽，3個故事類似3個完全唔同嘅時代、唔同嘅人物、唔同嘅處境，但佢哋全部指向同一個真相。聽完呢3個故事，你對因果嘅理解會同以前完全唔一樣。第一個故事發生喺大約400幾年前嘅明朝，有一個讀書人叫做袁學海，呢個人後來改咗個名叫做袁了凡，佢寫咗一本書叫做《了凡四訓》。呢本書影響咗中國幾百年，直到今日都仲有無數人在讀。但故事要由袁了凡細個嗰陣講起。袁了凡阿爸好早就過咗身，得阿媽一個人辛辛苦苦弄大佢。佢阿媽本來想佢讀書考功名，但後嚟為咗生計，就叫佢去學醫。袁了凡好聽話，就聽阿媽嘅話去學醫。
有一日，佢喺慈雲寺遇到一個老人，個老人樣貌好普通，但係識得一門好厲害嘅學問，叫做黃極素。老人一見到袁了凡就同佢講：你係一個讀書做官嘅命，唔應該學醫㗎。袁了凡半信半疑，就將自己嘅經歷講俾老人聽。老人聽完之後同佢講：你聽我講，你唔係學醫嘅命，你應該去讀書考功名。然後個老人就開始幫佢算命，算得好仔細完。了凡幾歲會考中秀才排文第，幾歲會做官，一年俸籬有幾多，甚至連佢幾歲會死，呢一世有冇仔女都算得清清楚楚。袁了凡半信半疑，但係佢將所有預測都記錄低，然後最恐怖嘅事發生咗，老人算嘅所有嘢一樣全部應驗考。秀才排名第幾中咗，做官嗰年嘅俸籬有幾多中咗，升官嘅時間中咗，每一件事都準確到令人毛骨悚然。袁了凡由最初嘅懷疑慢慢變成完全相信，佢開始覺得人生真係注定㗎，一切都改唔到。既然改唔到，咁再努力呢？從此之後，袁了凡變成一個好消極嘅人，佢做乜嘢都提唔起勁，因為佢覺得結果早就定咗，你做乜都一樣。佢嘅心好似一潭死水，默默等死，默默等命運嘅安排。但係故事嘅轉折嚟啦。有一年，袁了凡去到南京聽霞山拜訪一位好有名嘅高僧，叫做雲谷之師。武國師同佢對坐3日3夜，袁了凡竟然一個念頭都冇起過。雲谷之師覺得好奇怪，一般人靜坐個心嘅念頭好似車輪咁轉唔停，但袁了凡竟然可以3日都心如止水。雲谷繆師就問佢：你嘅功夫好深啊，一般人做唔到咁嘅。袁了凡笑咗一下，同雲谷繆師講出自己嘅故事：我冇咩功夫㗎，係因為我嘅命已經俾人算定咗，諗乜都冇用，所以我根本冇念頭。雲谷繆師聽完之後沉默咗好耐，然後佢笑咗，但嗰個笑入面有一種好深嘅慈悲同智慧。佢同袁了凡講咗一句話，呢句話徹底改變咗袁了凡嘅一生。雲谷繆師話：我本來以為你係一個有大智慧嘅人，原來你只係一個凡夫。袁了凡愣住咗，點解咁講？雲谷繆師話：你知唔知你點解會俾人算得咁準？唔係因為命運真係固定嘅，而係因為你自己從來都冇去改變過。一個人如果完全跟住舊嘅因舊嘅業去行，佢嘅人生當然就好似一條直線咁，一眼望到盡頭。但係如果你開始轉變你嘅心，做新嘅善業，你嘅命運就唔再係呢條直線。你知唔知命係自己做嘅，福係自己求嘅？你點解要將自己嘅人生交俾一個算命先生嘅幾句話呢？袁了凡好似俾人從夢中叫醒咁，全身都震咗一下。佢突然間明白咗呢個道理。呢幾年佢以為自己係睇透咗命運，其實佢只係放棄咗自己，只係為自己揾咗個藉口。佢以為自己接受咗因果，其實佢只係用認命嚟做藉口，俾自己偷運，俾自己唔使努力，俾自己唔使面對人生嘅不確定。雲谷繆師跟住教佢由今日開始，每日做善事，從心念開始改變。袁了凡聽咗之後，發願一個月內做3000件善事。佢由嗰日開始，真真正正咁改變自己嘅行為，見到人有困難就幫，見到唔公平嘅事就出聲，做嘢更加認真，對人更加歡喜。佢將每日做嘅善事記錄落嚟，好知人見智。一個奇蹟發生咗，個老人算嘅命話佢考唔到舉人，佢後嚟考到咗話佢冇仔女，佢後嚟生咗一個仔，話佢53歲會死，佢活到74歲，
本來注定嘅命運一樣一樣俾佢打破。呢個故事係佛法因果觀念入面最震撼嘅一個案例。佢話俾你聽，過好嘅因的確會影響你嘅現在，但佢唔能夠決定你嘅未來。決定你未來嘅係你當下嘅選擇。你每一個善念，每一個善行，每一個正確嘅選擇都係一粒新嘅種子。你種得夠多，舊嘅命運軌跡就會被新嘅力量扭轉過嚟。呢個就係第一個故事要話你知嘅道理。因果唔係用嚟認命嘅，係用嚟改變嘅。你認識因果嘅真正意義，唔係為咗接受宿命，而係為咗明白你手上一直都揸住改變嘅權利。第二個故事出自佛經，發生喺佛陀嘅時代。當時有一個好出名嘅國王，係一個大國嘅統治者。佢年輕嘅時候打仗好叻，但手段極其殘忍。佢殺過自己嘅兄弟，殺過反對佢嘅大臣，殺過好多好多無辜嘅人。為咗擴張領土，佢發動一場又一場嘅戰爭。每一場戰爭過後都係遍地鮮血，血流成河。當時嘅人俾咗佢一個花名，叫做暴惡王。冇人唔驚佢，冇人唔憎佢。如果按照一般人理解嘅因果，呢個國王做咗咁多惡業，應該一切嘅係惡報，應該俾報應搞到好慘。佢嘅命運應該係黑暗嘅，注定嘅，冇得反轉嘅。但事實呢？事實係呢個國王後嚟成為咗歷史上最偉大嘅護法君主之一。佢嘅名叫做阿育王。阿育王曾經發動過一場好大嘅戰爭，攻打一個叫做羯陵家嘅國家，但代價好大，10幾萬人死亡，更多人流離失所。戰爭結束之後，阿育王行過戰場，見到嘅景象令佢一世都望唔到屍體，揼住屍體，血水浸住泥土，空氣入面全部都係燒焦嘅味道。有細路仔喺度慘叫，有老人家抱住已經冇呼吸嘅後生仔喺度痛哭。阿育王騎喺馬上望住眼前嘅一切，突然間有一種前所未有嘅感覺湧上心頭。佢之前打過好多場仗，殺過好多人，但從來未試過咁樣嘅感覺。第一次佢突然間問自己，我做緊嘅係乜嘢？嗰一刻就係阿育王生命嘅轉折點。佢為自己做過嘅惡業而後悔，而肯愧，心裏面生起咗一種想要改變嘅強烈願望。嗰一念就係一粒全新嘅種子，就係嗰一念改變咗之後至一切。阿育王開始學佛，開始歸依佛陀嘅教導，由一個暴君慢慢變成一個仁君。佢原部法令禁止不必要嘅殺生，喺醫院幫人治病，建學校俾人讀書修橋，整路俾行人方便。佢派人去各地宣揚慈悲嘅道理，全國各地嘅石碑上面都刻滿咗佢對人民嘅教誨。一個被人叫做暴惡王嘅殺人魔，變成咗被後世尊稱為法王嘅聖君。你可能會問，佢之前做咗咁多惡業，點解可以改變到？答案就係因果從來都唔係一條死路，過好嘅惡業嘅確會結出苦果，呢個係真嘅，但佢唔會阻止你轉變嘅因。你今日種嘅善因依然會結出善果。你嘅命運唔係一個已經寫好嘅故事，而係一條河舊嘅業力，好似河水舊有嘅水流，有佢嘅方向。但你當下做嘅善業就好似由另一邊匯入嘅新鮮水路。當新嘅水流夠強嘅時候，成條河嘅方向都會改變。阿育王嘅故事仲有一層更深嘅意義，你有冇留意到？改變佢嘅唔係某個高人嘅點化，唔係某個神明嘅顯靈，而係自己對內心嘅一念覺醒。冇人逼佢改，冇人求佢改，係佢自己望見戰場，自己心裏面生起咗輪悔，自己決定要改變呢個，
就係因果最深刻嘅地方，改變嘅力量從來都唔喺外面，而係喺你自己心裏面。呢個道理放喺普通人嘅生活入面一樣即用。你可能做過一啲錯事，講過一啲傷害人嘅說話，浪費過一啲本來應該珍惜嘅關係。你可能會覺得呢啲錯已經造成咗覆水難收，冇得補救噶啦。但阿玉皇嘅故事話俾你聽，只有你願意改變，任何時候都唔會太遲。你過去做過嘅事唔能夠定義你，定義你嘅係你當下同無奈嘅選擇，再深嘅惡業都擋唔住一念嘅覺醒。只要你肯回頭，新生就由呢一刻開始。第三個故事都係出自佛經，但呢個故事比前面兩個更加震撼。佛陀嘅時底有一個人個名叫做央掘摩羅，呢個名好恐怖，翻譯過嚟就係指摸或者用殺咗嘅人嘅手指穿成嘅頸鏈。點解佢叫呢個名呢？因為佢係一個殺人魔。央掘摩羅本來唔係一個壞人，佢出身婆羅門家庭，細個好聰明，讀書好叻。後嚟佢跟一個老師學習，本來係一個好有前途嘅學生，但係嗰個老師嘅太太對年青英俊嘅央掘摩羅生起咗不正當嘅心思，引誘央掘摩羅去做。個女人被拒絕之後惱羞成怒，反過來向老師問告，話央掘摩羅非禮。佢個老師信咗，但佢冇直接趕走央掘摩羅，而係用一個好陰毒嘅方法。佢同央掘摩羅講，如果你想學到最高嘅法，你就要去殺100個人，將佢哋嘅手指砍落嚟，串成一條頸鏈帶翻嚟俾我，我就將最高嘅法傳俾你。央掘摩羅開始殺人，一個兩個10個50個，佢殺嘅人越嚟越多，成個人變成咗一代最令人可怕嘅殺手。所有人見到佢都走唔切，到最後佢已經殺咗99個人，總差一個就夠100。就喺嗰個時候，佢阿媽聽到消息，唔忍心見到個仔繼續錯落去，決定親自去揾佢，想勸佢回頭。央掘摩羅嗰陣已經殺到紅晒眼，佢見到有人行過嚟，心諗就差一個就夠數啦。佢舉起刀準備殺嘅時候，先發現呢個係自己嘅阿媽，但佢已經失去咗理智，連阿媽都差啲落手。就喺嗰個時候，佛陀經過央掘摩羅，見到佛陀就放低阿媽轉去追佛陀，但係無論佢跑得幾快，都追唔到佛陀。佛陀明明行得好慢，央掘摩羅用盡全力都追唔上去，追到氣都唞唔到，終於大叫停低，你同我停低。佛陀平靜咁回頭望住佢，講咗一句話，我早就停低咗，係你自己一直冇停過。呢句話好似一道閃電咁劈入央掘摩羅嘅腦入面，佢突然間呆咗，整個人好似俾呢句話定住咗。佛陀嘅意思係，我嘅心早就安定咗落嚟，你嘅心卻一路狂奔，從來冇停過。你追嘅唔係我，你追嘅係你自己內心嘅瘋狂同迷失。央掘摩羅手上嘅刀跌咗落地，跪喺地上痛哭食聲。所有嘅瘋狂，所有嘅惡意，所有嘅迷惘喺呢一刻全部崩塌。佢睇清楚自己做過嘅事，聽清楚自己走過嘅路。佢一直以來都俾人呃咗，以為殺人可以換嚟真正嘅學問，但其實佢由一開始就行錯咗路。央掘摩羅跟隨佛陀出家修行，嗰個殺咗99個人嘅殺人魔，最後竟然證得咗阿羅漢果。你聽到未？99條人命嘅惡業，如果因果真係死嘅，如果過後嘅業真係改唔到，點解佢可以永遠翻身？但佛陀俾咗機會佢，佢自己亦都俾咗機會自己，佢放低咗過後嘅惡業，用全新嘅修行去創造新嘅善業，最終取得成功。
但故事未完，央掘摩羅出家之後，有一次入城托缽，城裏面嘅人用石頭釘佢，用棍打佢，佢滿身傷痕咁去見佛陀。佛陀望住佢平靜咁話：央掘摩羅，你忍住，你而家受嘅苦，本來要喺地獄受好多世先至受得完，但因為你已經覺醒，已經修行，你嘅果報已經大咁減輕咗。嗰段對話入面藏住一個好重要嘅道理，佛陀從來冇講過去嘅惡業會完全消失，佢冇講因果會憑空消除，佢講嘅係你過去種落嘅因的確會有果，但呢個果會點樣成熟，用乜嘢形式出現，有幾嚴重，係可以透過你當下嘅修行同改變嚟調整嘅。本來要受幾百世嘅苦，因為你真心臨悔精進修行，可能嗰一世俗嘅小苦就捱過咗。呢個就叫做重罪輕報。你有冇發覺呢三個故事其實講嘅係同一件事？袁老凡嘅故事話俾你聽，因果係活嘅，唔係死嘅，你嘅命運隨時可以改寫。阿育王嘅故事話俾你聽，再深嘅惡業都擋唔住一念嘅覺醒，只要你肯回頭。央掘摩羅嘅故事話俾你聽，就算你已經行到最黑暗嘅心輪，只要你放低手上嘅刀，你一樣可以重新做人。三個故事由三個唔同嘅角度指向同一個核心因果嘅重點，從來都唔係過號，而係你當下嘅心。佛法入面講因果有一個好重要嘅概念，好多人都忽略咗，就係因同果之間有一個好關鍵嘅嘢，叫做緣。你種一粒種子，嗰個係，但粒種子會唔會發芽，幾時發芽，成長成點，唔係單單由粒種子決定嘅，仲需要陽光、水分、泥土、溫度，呢啲全部都係緣。如果你改變咗緣，就算有因，都未必會結出同樣嘅果。同樣道理，如果你改變咗你當下嘅行為同心態，成個結果都會唔同。舉個例，你以前可能種落一啲唔好嘅人，按照正常軌跡，呢啲有可能可以喺呢一世結出好苦嘅果。但如果佢呢一世識得去修行、去動悔、去改變佢，改變咗緣佢嘅善行，就改變咗泥土嘅環境，調節咗水分嘅多寡，壞種子可能都會發芽，但係發出嚟嘅芽會弱好多，甚至可能喺惡劣嘅環境入面根本生唔到出嚟。而你同時種落嘅善種子就會喺呢個肥沃嘅環境入面蓬勃生長。呢個就係佛教入面講嘅轉變業報嘅道理。唔係話過去嘅惡業會消失，而係你可以用新嘅善業去改變佢成熟嘅方式。好似一杯鹹水，不停加入清水鹹味，自然就會越嚟越淡。你唔使將杯鹹水倒走，你只需要不斷加入清水，就得你過去嘅惡業就係嗰杯鹹水，你當下做嘅善業就係清水，你加越多，味道就越淡。所以你會發現，真正明白因果嘅人根本唔會消極佢哋，反而係最積極嘅一群人，因為佢哋知道每一個念頭、每一個毫為都喺度創造緊未來。你今日對人笑一下，呢個係一個善因；你今日幫一個陌生人搭一把手，嗰個都係一個善因；你今日忍住一次脾氣，用溫和嘅態度去處理一件令你好嬲嘅事，嗰個更加係一個好有力量嘅善因。呢啲因好細，但佢哋嘅力量遠遠超過你嘅想象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同你分享4個層次嘅方法。呢4個方法由淺到深，係實實在在可以喺日常生活入面用得到嘅。你可以喺入面揀一個最適合自己嘅狀態嚟開始。第一個層次叫做省察因果，呢個係最基本嘅一步，就係喺你嘅日常生活入面
開始留意自己嘅念頭同行，為你今日講嘅每一句話，做嘅每一件事，甚至內心閃過嘅每一個念頭，全部係因大部分人嘅問題係佢哋做嘅時候根本唔會諗到因果，做完之後先嚟後悔。老婆講多兩句就直接黑面，搞到全家人唔開心，全部都係唔覺意之中種落嘅惡因。有一個好簡單嘅練習方法，每日瞓覺之前用5分鐘回想一下今日發生嘅事，有冇邊一刻你嘅反應可以做得更好？有冇邊句說話你講完之後其實係後悔嘅，唔係批判自己，只係觀察。呢個觀察嘅動作本身就已經係一個好重要嘅因，因為當你開始覺察，你下次面對同樣嘅情況就會多1秒鐘嘅時間去選擇，你係繼續用舊嘅模式反應，定係用一個更好嘅方式去回應？嗰1秒鐘嘅選擇權就係你改變命運嘅起點。第二個層次叫做主動種善因，省察之後下一步就係主動出擊，唔好等到機會嚟揾你自己去創造機會。佛法講嘅布施有3種：財布施、法布施、無為布施。財布施就係用錢去幫人，呢個最容易理解。法布施就係用知識同智慧去幫人，譬如你嘅嘢救俾唔識嘅人，你嘅經驗分享俾需要嘅人。無為布施就係用你嘅存在同態度去令人安心，比如有人驚嘅時候你陪住佢，有人孤單嘅時候你同佢傾偈，有人灰心嘅時候你俾佢一個鼓勵嘅眼神布施。唔需要落好有錢，唔需要落好有學問，只需要你有一顆願意付出嘅心。但有一個好重要嘅元素，你要記住種善因嘅時候，最緊要嘅唔係你做咗幾多，做咗幾大，而係你嘅心有幾真誠。佛經入面有一個好出名嘅故事，一個好窮嘅阿婆見到佛陀，佢好想供養，但佢乜都冇，淨係得一小罐油，連一斗完整嘅油燈都點唔到。但佢用僅有嘅油，盡佢所能點着一斗好細嘅燈供養佛陀。同一個時間，有一個國王都喺度供養，點咗成千上萬油燈，排場好大。到咗夜晚，吹起一陣風，國王嘅千萬刀燈全部被吹熄，但係阿婆嗰鬼細燈卻一直燃燒，風吹唔熄。弟子好奇怪，問佛陀點解？佛陀話國王嘅供養雖然多，但佢嘅心入面有傲慢嘅念頭。阿婆嘅供養雖然少，但佢嘅心完全係真誠嘅，無私嘅因果，睇嘅唔係外在嘅大小，而係內心嘅珍惜。呢個道理好重要，你唔好覺得自己冇能力做大嘅善事就唔去做。一個冇笑，一句鼓勵，一個善意嘅念頭，只有是發自真心嘅，力量就係無限嘅。第3個層次叫做轉化樂園，呢個比前面2個更加深入。你嘅人生入面一定會遇到一啲令你好唔開心嘅人，有人背後講你壞話，有人佔你便宜，有人對你好差。如果跟住一般人嘅反應，你會嬲，會恨，會想報復。但係如果你真正明白因果，你嘅反應會完全唔同。你會明白嗰啲令你痛苦嘅人同事情，可能正正係你過好嘅業力嘅顯現。唔係話你要怪自己，而係你可以用一種唔同嘅態度去面對。你可以選擇唔同佢計較。呢個行為本身就係消除舊嘅惡因，同時種落新嘅善因。你甚至可以用善意去回應惡意，呢個就係以德報怨。呢個行為嘅力量更加強大。你可能會話講就容易，做就難，有人害我點樣可以唔嬲？我明白你嘅感受，但你諗下，你嬲一個嘅時候，最辛苦嘅係邊個？係對方定係你自己？大部分時候，對方可能瞓得好，食得好，
但你自己就弄轉反之，越想越嬲，越嬲越痛苦。你嬲嘅唔係討伐緊對方，係討伐緊你自己。你每一刻嘅憤怒都喺度種緊惡，因你以為你係傷害緊人，其實你係害緊自己。當你想通呢一點，你就會發現放低唔係俾對方着數，而係俾自己解脫。你放低嘅唔係公義，而係嗰條捆住自己嘅勢。第四個層次叫做廣結善緣，前面三個層次都係關於你自己嘅修行。第四個層次就係將呢份智慧擴展到你同其他人嘅關係入面，你同身邊嘅每一個人嘅相遇，按照佛學嘅講法，都唔係偶然嘅，都係因緣果報。你嘅家人、你嘅朋友、你嘅同事，甚至你喺街上偶然遇到嘅陌生人，佢哋出現喺你嘅生命入面，都有佢哋嘅因緣。你可以選擇同人結善緣，亦可以選擇同人結惡緣。每一次互動都係一個選擇嘅機會。結善緣唔係話你要討好所有人，唔係話你要犧牲自己去滿足所有人嘅要求。佢嘅意思係你同人相處嘅時候，換良保持以佛善良真誠寬容嘅心。你唔需要做一個仁美嘅人，你只需要做一個有善意嘅人。你種落嘅聖人就好似播種，一粒種子落入另一個人嘅心裏面，你唔知佢幾時會發芽，喺邊度發芽，但佢一定會發芽。可能係5年之後，你遇到困難嘅時候，有一個人突然伸出嚟幫你，你唔知點解佢會幫你，但其實呢份幫助嘅源頭，可能就係你好多年前對佢或者對其他人嘅一份善意。呢個就係善緣嘅力量。你未必得到即時嘅回報，但佢一直喺度運作。講到呢度，我要特別提醒一點，我今日講嘅主動做善因改運，同功利性嘅做好事係完全唔同嘅。有啲人聽完因果嘅道理之後，就開始計算，我今日做咗3件好事，應該有3份好報。我捐咗幾多錢，應該會發達。我念咗幾多篇經，應該可以消災。嗰種心態其實唔係真正明白因果，只不過係將因果變成一種交易。佛法入面有一個好重要嘅概念，叫做三輪體空。意思係你做善事嘅時候，唔好執着我，唔好執着對方，唔好執着善事本身有幾大。換句話講，最好嘅善行係做完就放低，唔去計較回報，唔去想我做咗幾多好事，嗰種冇任何附帶條件嘅善行，力量係最強大嘅。一旦你心裏面帶住我要得到回報嘅念頭去做善事，個善行嘅力量就會大打折扣，因為你嘅心已經唔純正，入面夾雜咗貪戀同執着。呢個就好似種花，你純粹因為中意花而種花，你想見到花開，你享受種花嘅過程，朵花就會開得特別靚。但如果你種花嘅時候，心裏面一路諗嗰朵花幾時先開，開咗我可以賣幾多錢，你連種花嘅樂趣都冇，仲講咩？嗰朵花會開得好，做善事都係一樣嘅道理。你做因為你覺得係啱嘅，你做因為你嘅心話俾你聽要咁做。至於結果點樣，你唔使理，你只管種，因果自然會嚟。仲有一點好重要，就係因果唔係即時回報機。好多人信因果，信到一半就放棄，因為佢做咗好事，但冇即刻見到好報，就覺得冇因果嘅啫。或者佢做咗好事，反而遇到更多唔順利嘅事，就覺得點解我咁慘嘅？呢個想法好正常，但佢反映緊一個對因果嘅誤解。因果嘅運作有佢自己嘅節奏同時間表，有啲因果好快就成熟，可能今日種因，聽日就見到結果，但有啲因果需要好長嘅時間，可能有幾年幾十年
甚至跨越幾世。你睇唔到即時嘅回報，唔等於因果唔存在。好似你今日種咗一棵樹苗，你唔會期望今日就結出果實。你知道佢需要時間去生長。你要做嘅唔係每日去稿度客佢高咗幾多，而係每日俾佢足夠嘅陽光同水分，然後耐心等待。你對因果嘅態度都應該係咁盡，你所能去種善因，然後放下對結果嘅執着，相信因果嘅規律自然會運作。最後，我想用一個比喻嚟總結啱先講嘅所有嘢。你嘅人生就好似揸車行一條公路，你嘅過號就係你已經走過嘅嗰段路，路上可能撞過車，行錯過路，遇到過塞車嗰啲已經發生咗，你改唔到。呢個就係因果入面果嘅部分，你要承受過號嘅結果，但你手上揸住嘅係軻盤，你腳下踩住嘅係油門，前面嘅路轉左定轉右，快啲定慢啲，停低定繼續行，全部由你自己決定。呢個就係因果入面因嘅部分，你當下嘅每一個選擇都決定緊未來嘅方向。宿命論就係一個人坐喺司機位，但以為條路係注定嘅，扶夫盤都唔敢掂。但因果嘅智慧話俾你聽，條路嘅起點你改唔到，但終點你揸得到，所以握實你嘅好盤。今日我講咗一個好重要嘅道理，因果唔係宿命。我講咗3個故事，楊了凡嘅故事話俾我哋聽，命運係自己做嘅，福氣係自己求嘅。一個人只要開始主動種善因，就算俾算命先生算定嘅命都可以改寫。阿玉皇嘅故事話俾我哋聽，就算你過去做過再多嘅惡業，只要你心裏面生起一念嘅涇悔同窮愧，你就可以成為一個完全唔同嘅人。央掘摩羅嘅故事話俾我哋聽，就算你已經行到最黑暗嘅地方，只要你肯放低手上嘅刀，光明隨時都等你。我亦都講咗4個層次嘅修行方法。第一，省察因果，開始觀察自己嘅念頭同行為。第二，主動種善，因用真誠嘅心去做力所能及嘅善行。第三，轉化惡緣，用寬容同善意去面對令你痛苦嘅人同事。第四，廣結善緣，喺每一次同人嘅互動入面播下善意嘅種子。而家我想問你一個問題，有冇一件事你一直以來都覺得係命中注定，冇辦法改變嘅？可能係你同某個人嘅關係，可能係你嘅健康狀況，可能係你嘅事業，可能係你內心深處嘅某一種恐懼或者不安。你有冇可能一直都用認命嚟做藉口，避開咗真正面對同改變佢嘅機會？你可以由今日開始試下，唔使做好大嘅改變，由一個好細微嘅善念開始。今日對身邊嘅人講多一句好聽嘅說話，今日幫一個需要幫助嘅人搭一把手，今日忍住一次本來想發嘅脾氣，今日喺心裏面默默祝福一個唔中意嘅人，就係咁簡單。你可能覺得微不足道，但記住滴水可以穿石，唔係因為水滴嘅量有幾大，而係因為佢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你嘅善念都係一樣嘅道理。你日日都種，日日都累積，終有一日你嘅人生會出現你自己都意想不到嘅變化。我用一句說話嚟結束今日嘅內容，呢句說話好簡單，但佢嘅分量好重。六祖慧能大師講過，一切福田不離方寸，所有嘅福氣，所有嘅善緣，所有你想要嘅美好嘅嘢，全部嘅源頭都係你自己心裏面，唔係廟入面，唔係算命先生嘅口入面，唔係風水擺陣入面。你嘅心善，你嘅世界就善，你嘅心變，你嘅命運就變。因果從來都唔係用嚟捆住你嘅，因果係一面鏡，俾你睇清楚自己嘅心。
因果亦都係一道門，等你自己行過號，去到屬於你嘅光明。記住，你人生嘅談判由頭到尾都喺你自己手上。